嗱，即刻啲呢下世界每嘅日子，一嚟一難，樣樣都難，生意又難做，投入又難做，工作又難，樣樣都難。嗱，人班人即刻想要得到一個力量來對付呢個日子啦，因為呢個日子樣樣都難，樣樣我按到苦衷。嗱，詩篇105:24節咁樣講到。上帝滅強攏眾人有希望對佢嘅，上帝本一個強對於每一人相信佢嘅，每一信徒嘅盼望，並且佢嘅嘢，佢俾強嘅力量嚟對付攏眾一切嘅世間社會呢啲嘅對付嘅苦衷。嗱，所以呢，自家就係要熱心，要傾聽上帝嘅心，要依靠上帝嘅心，自家得到新嘅力量。得到效強來對付一切呢個社會嘅問題，因為到呢個經節一樣人講到，呢個但尼爾11:32一樣人講到，但係每一信上帝嘅信徒啊，佢本強，佢能夠對付一切呢社會嘅問題、社會嘅痛苦，所以自家係強嘅講嚟對付呢社會嘅路途啊。對付呢社會攏眾嘅為難苦衷啊，自家即係信一個上帝，意思係講自家係依靠佢，盼望並上家嘅係自家全依靠佢，佢能本一個力量嚟對付呢個痛苦、呢個煩惱、呢個問題，所以你社會你行嘅一天，佢也帶自家去跳過，帶自家去得勝嘅路，即係讓人自家係依靠主，啊每日主呢？就係耶穌基督，萬人依靠耶穌基督，即等於依靠到上帝，坐天坐地嘅上帝。請讓人自己要謙卑嘅心嚟依靠嘅上帝，祝福大家，阿門。